列再夜1B 班18號，我今日咧就喺沙田課10幾日課聖誕假，跟住就咧我仲有呢本書喎，跟住喎，我仲有睇叮當書啦，同埋落去咖喱市場食嘢啦，同埋去公園啦，去咗1日公園啊，好玩，公園啊好玩啊！跟住咧，媽咪同我搽曙光膏啊，就影相呢個天，我做嘢啊好開心啊！聽朝就返去咯，跟住咧就考完試咧，跟住又去沙田，跟住瞓影完未啊？影完未啊？講真啦，成日都掛住去沙田。